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cia，加拿大政府註冊移民顧問，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嘅每個禮拜嘅 Immigration News 啦，咁樣恆信移民資訊，咁同大家帶俾啲最新嘅移民信息嘅。咁上幾個禮拜講過啦，Startup Visa 咧就2026年1月咧就唔再接受新嘅申請 ，until IRCC 會有個新嘅 program 出嚟嘅。咁如果你又想做生意，又想移民去加拿大，有啲咩嘅方法咧？咁以後同大家分享下，有九個 program 嘅，就係要通過省提名計劃。咁由西數起先啦，溫哥華個省西岸 BC 省就係咧，如果你係有60萬淨資產，投資20萬就可以溫哥華或者佢嘅郊區可以去申請啦。如果你話我唔想投資咁多錢嘅，去啲 regional 嘅，咁去啲埠仔度30萬加幣嘅淨資產，投資10萬加幣咧就可以去移民加拿大噶啦。咁仲有個 strategic project 嘅喎。咁如果你總部你規模大啲嘅，你想遷移個總部去 BC 省嘅，都可以咧係申請到 up to 5個 family 咧去移民嘅。咁再向東行啦，就 Alberta 亞省啦。咁如果你係啱啱喺亞省佢嘅 college 或者 university 畢業，咁你係有間公司去投資一間公司係股份34%以上咧，你都可以申請呢個係省提名計劃嘅。咁如果你唔喺亞省個畢業㗎，你係計個省或者係香港畢業嘅，你都可以投資5萬到10萬蚊加幣去一個 startup 嘅 company 咧，就可以去要求亞省咧去提名你做永久居民。咁如果你啲亞省嘅埠仔啦，咁如果你有30萬加幣嘅淨資產，或者投資10萬加幣去一個生意度咧，你都可以申請去 Alberta Nomination Program。再去東行啦 ，Manitoba 曼省啦。咁如果你係有50萬加幣嘅淨資產去投資個生意嘅，你都可以申請省提名計劃。咁如果你係留學生嚟嘅，你喺亞省係讀一個 diploma program 或者以上，即係2年以上嘅 program 咧，你係開一個生意 startup 咧6個月以後咧，你去申請省提名計劃。咁就去啲嗰啲細啲嘅省叫 Nova Scotia。咁你做生意，如果你有60萬淨資產嘅淨資產加幣嘅淨資產，咁投資10萬到15萬咧，視乎係咪喺埠仔啦，咁就可以申請呢個係省提名計劃嘅。咁佢又好顧住嗰啲留學生喎。如果你係 Nova Scotia 畢業嘅，係開檔生意，你嗰個股權係1/3或者以上嘅，去管理咗1年之後咧，可以申請省提名計劃。再去一個細省叫 Newfoundland 咧，就係投資生意啦，60萬加幣淨資產或者20萬加幣，似 BC 省啦。去個生意你都可以申請省提名計劃。咁如果係你留學生嘅，如果你係指定呢2間大學叫做 Memorial University 或者係 North Atlantic University， 開咗間公司1年咧，可以申請省提名計劃。再個省叫 New Brunswick 啦。咁如果你有50萬加幣嘅淨資產，可以申請省提名計劃。如果係王子島 Prince Edward Island 60萬淨資產，買檔生意可以申請呢個省提名計劃。咁2個自治區咧，一個叫 Yukon 咧就係50萬加幣淨資產，可以申請佢可以提名你去申請 PR 嘅。最後一個叫 Northwest Territory， 咁佢分2類嘅。如果你係嗰個即係埠仔嗰度咧，就係20萬加幣淨資產啦，投資10萬加幣去做生意，或者係大城市嘅50萬加幣淨資產或者25萬加幣嘅投資就可以申請省提名計劃。如果你想知多啲詳情嘅話咧，請你 contact 我哋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